苗栗岛南的巨峰葡萄真出名，今年因为天气的变化受大落，葡萄授粉无完全。虽然葡萄有来结果，但是因为无种子，拢变做细细粒仔的石葡萄了。它有那么细的，它有种这么大的，不是五代同堂，还有这么大的。 一罐葡萄内面，甲这特别细粒葡萄瓣落来，甲蒸落开，甲正常做比较，这细粒内面无籽，这毋是特殊无籽的葡萄，是授粉无完全、未大的旧葡萄。这正常没有超过10粒。会变成旧葡萄原因是伫今年4月，当咧授粉结果的时阵，雄雄有这冷气团来，地属部分授粉不全。虽然后来也受结果，但是养分不足，无籽未大。一下太冷，它就停住了，没有继续把花。 授粉完成，所以变成产生石葡萄这种情形，就是学名是讲单为结果，我们通称就是石头葡萄、石葡萄。农民估计苗栗岛南所种的500公顷的巨峰葡萄有4成受到影响，若是刷来梅雨阁上大，损失会愈惨重。当地农会讲，伫实际统计灾损未尽了后，会向农委会申请补助。